这个是有机肥的。那些乌索索一些那种唔大型的有机皮，一太把味道果蔬醇的调味度。农场主人曾文正最希望一条果蔬做得达到冻结。料也下很多哈，很多。你多给它吃，它就多给你吃啊。它会回馈。唔會啦。那條絲本人嘅甜，我本曾文正係一粒粒掉啲蘇丹嘅萊姆。萊姆喺台灣以少看到嘅果子，不過因為生毒留檸檬特色，故所應用按作無籽檸檬。就是讓他知道說什麼叫檸檬，什麼叫萊姆，這叫是檸檬，啊、哦，那這個就是萊姆，哦，不一樣。頭擺種柑嘅木瓜，老花費願意來落色嘅曾文正，我開始種阿蒙人地嘅萊姆，甚至到一下用萊姆作為主要嘅樹葉，這係一個當土好嘅想法。佢要種兩種嘅萊姆，那可能個先當價，哦，誒，那個先不錯嘅哈。我那是來去投兩蔥啊哈，投兩3年哈，態度真慢啦。過了那是自家翻切了就緊種緊多。第一把是摸回來啦，啊，半機該做個查個先算啦，啊。因為萊姆係咁結合，意思等頭擺嘅經驗，曾文正管理以來當熟絡。不過因為佢愛用自然農法來穩定頭擺嘅均衡農法。各種困難一連三來多。熱天時唔係大人個錯，從3月5、6月開始，佢要出來咧，佢就慢熱氣，佢就當多，佢就會酸，當然會酸。哦，所以呢個工作嗬，冇慳啦。你講你會當苦唔是做咧啦。特別都係熱天，3月5做一啲萊姆樹根來生落，變從嘅過後係靠個主體樹根，故所曾文正開始試點淘萊姆樹作成貨。嗰啲挑嗬。啲挑是嚟去包起來吼，將佢嘅3月5或者啲大下咧，啲挑咧就不上籃啦吼。從嗰啲到去包起佢之後吼，其實冇得喺大下上籃，佢其實會假使係會上籃，就會收上來。收上來嘅時間咧吼，我看得到啦，隨時就得嚟去處理啦。好彩3月5係第一天出現，不過一年四季都以為高熱，行下本曾文正當煩惱，為了堅持冇用任何嘅農藥。佢2-3年再來補烏蠅汁來上果蠅。一隻醃嗰種係按到果蠅嚟啦嚇，醃果蠅嚟。呢果蠅嗬，我經常條蒼蠅醃啊，唔係講熱天度上醃嘅。佢啲嗬條蒼蠅肉，貴醃土的肉。出題看得到嘅偏重開，看唔到嘅空氣度，一肯定會結。傳統嘅貼，隨時都會用農藥避過來。傳統客家莊當則看到人家講嘅太風法，就變作曾文正隔離有毒嘅物質最好嘅東西。而家太風法嚇，佢主要係國風啊，應該講有風味啊，嚇個地風啊。呢係萊姆嘛，清江風啊，佢也就風吹到嘅皮味啊，處處就凍結啊。我哋隔壁鄰下嚇，啲全部係樹木啊嚇，種田嚟，也要救農藥嚇，所以我哋係放棄嘅農藥會背過來啊嚇，所以是用呢台風法種實啦，還是可以讓佢隔開來，唔會俾佢污染到啊。把握好品質口hiệu，可以面對大部分農民都面對困難，唔係到哪意呢？因為台灣當少人食萊姆，果子差唔多冇人愛，唔過因為安藥。本曾文正開始係萊姆嘅加工市場。開始種到生產的時間哈，是銷路啊，是冇幾好啦，是冇好啦。那種家人的冇買就買啦。但是開始因為冇買，現在是上果冇買哈，我是拿來做加工，我是做嗰種係萊姆醋。萊姆醋是講，佢唔是講樣片買做得啦，佢可以。病人哈儲藏起來哈，我種個跳5年冇收辦高啊，可是緊做嘢，我本來啊哈種多啊，達到2多，
是又是唔去，他当面都个日本杂志啊，看到个日本人啊讲做厝啊哈，比例，我万一哦看到这样样的比例，么你就还得起做。因为农药就是这样子，你查给他，哎呀，引导啊，如果农药它就怎样。摘下來葉類木，四輯出就好香。塗固然掉到嘅部分削貼，用到保利硬度，嗰度葉冷糖，留糯米吃也掉。你睇看類木絲價格都基本完成呢。可以落按簡單嘅動作，日本嘅2公婆吃當久。買唱歌就行啊！我做到變量300種啊，摘嘅按多啊，我就你摘到當摘嘅些就你摘幾百斤啊。個上果是橡木案台啊，所以加工啊，還是這個加工啊，這個做新嘢麼？幾多比幾多啊？做咧果醬吼，搶抬價是唔是搶抬價是都好先我就賺買。從中來木嘅天千元氣息，佢2公婆生產出嘅條鐵骨來木絲，要拄好拄到連次嘅狂箝風潮，嘅條產品開始啲言傳言客，變咗當數度歡迎嘅商品。我出門人客報人客啊，幾部機啊，都人客報人來啊，就唔係我就即刻出去賣啊。天發大來，我就是唔使幾遍來送去啊。來木絲數分樣多，嘅條差唔多無營業無意義嘅。味道冇浪費，嘅嚟行下吃點，同叫個吃嘅來木，國家工作好食的含酸甜，也係高椒。做好了係醋就拿嘢裝個蛇硬啊，裝了係個肉啊，就唔係得打上肉就要切，過去幾大要做果醬。我認為啦吼，我呢個東西係仲好，人來親愛嘅。你比如講係種批樣東西，可能怕係親人買啦，我呢係人來親愛買。我愛上網哈，都冇全省嘅人有親愛買，我唔先拿出去買。堅持做品質好，人客就會識得來買，也係專門整2公婆經營來木生意嘅信念。按樣堅持，日本政府得到應該有嘅屬業，就將來木從包壓開發，前面天窗會打造一粒粒屬於太麻力嘅高質。